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主价上新的画面。这是远东航空公司无张持宣布停飞，董事长张光伟昨昏正远航的高站发表一张公开批，伊人无出面。即马就有消息讲到，交通部民航局昨昏和远航代表开会讨论。迄当时张光伟请远航代表讲，伊小等的，也就是在点会准时出来说明。即马咱看到就是现场上新的画面，小等来是。现场来上新的消息，咱嘛继续搁再带大家来关心。另外，这方面先来关心远航停飞头一天，松山机场早起时，就有一寡民众赶紧要来退票。一日到柜台，才查讲原来远航已经无现金通退，信用卡嘛无法度入，敢若会当先登记，等到通知才来退钱。互一寡民众感觉足无欢喜，就人不里面歹声扫。现场详细情形，连续记者陈医生来带来了解。医生。好，各位观众，远东航空停飞的第一天，可以看到松山机场的远航柜台前呢，有非常多的民众已经在排队要等待的退费，但是有很多人到现场才发现现场的柜台已经没有现金可以来退费了，因此不但无法退现金，也没有办法用信用卡来刷退。现场呢是一度了爆发冲突，民众质疑了先登记后退费，那至于何时会退费呢？航空公司也没给答案，来看稍早的情况。所有的资料都登记到你们的网络上面，那我们来这边排队不白排的吗？因为我们需要让你们到底有多少的票需要都退票啊。当然每一张就要退啊，我们花钱买的不退，笑死人了。那没关系，我们旁边那边处理好不好？一样吗？对，一样都是我旁边。那么根据松山机场网站的公告，原定在今天在松山机场起降的航班呢，国内线总共是有32班，全数。首先，这个我跟我们副董事长，跟社会大众造成社会大众的这个大家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想，我跟副董事长我们首先跟造成这个社会大众的这个不便及造成这个员工的不安跟大家道歉。那这一次。我想我也经营远航10几年了那10几年前我自己独资凭一己之力把远航救下来。我对远航的感情是这个不可言喻的那当时为了照顾1000多个家庭努力到现在那因为一个突发状况造成这一次的事情这个再次深感抱歉那我对经营远航的决心是不变的等一下会跟大家这个一一说明我现在请我们的这个。远航这个新任的公益独董我们一起上来，陈律师是可以有个座位吗？没有。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关系，那就麻烦大家站着第一个啦这个是一个资金未到位突发的状况那我们队并没有拖欠任何的款项包括员工的薪水，我们也没有要结束营业，也没有资遣费的问题。那我们对旅客的权益也都顾及得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承诺，其实我们有
很多的有3组以上的投资人哦正在洽谈啊。那在这2个礼拜左右哦，陆陆续续会有10亿的资金到位了。那我们也会正式的行文给这个我们的主管机关哦。那希望这个远航能够顺利的继续营运下去。我们先请我们的那个公益督董哦，就他监督的立场来跟各位说明一下。各位好哈，我是陈律师，也是按这个民航公益督董责任办法选任，也展现了这个远航就是独立性的决心。那可以坐着吗？可以。好。那我想以公益督董具备对民航局以及对于航空业的监理的职责所在啊。我觉得首要的就是说，接下来就有大量的假期以及过年期间，那远航在国内的疏运啊，将近30-40%的运力啊，所以我们希望以这个旅客的安全及权益为优先，那继续在这个关键未来包括过年啊的时刻，能够继续服务这些客户。那最重要一点就是员工的工作权。1000多个家庭，可能就是4-5千人啊。那在这个过去啊，即使这个张董事长再辛苦，在12月5号啊，也正常的发薪啊。那我想就是说，未来在他的承诺之下，也展现了这个继续经营的决心。那最后，本席督董也会在这个应尽的监督之责的情况下哈。去审核一个我们会去筛选一些比较好的投资期望投资人然后希望能够民航局能够让，因为远航是一家成立60多年的公司，其实大家可以去查，它是6月5号成立的，是一个双子座的个性。双子座怎么样？容易心软，可是需要温暖。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希望民航局能够给这个远航一个继续经营的机会，谢谢。这个我在远航上站起来是吧？不要坐着。远航哦，是我个人独资的公司哦。我在强调这个之前曾经说，可能大家觉得很神奇，怎么航空公司有个人独资啊？所以说我什么掏空公司，这个个人独资个人独资怎么会有掏空的问题啊？那我现在除了资本额之外，我又垫了个人又垫了将近9亿元哦，应该是我被远航掏空才对啊。那截至目前为止哦，这10几年我从来没有欠过员工啊，或欠过旅客啊，或欠过厂商1块钱啊。那这个如果这是突发事件哦，我想我在这个给大家的信里面也有提到哦。如果是要恶意的话，就不会是这么小的金额了。我们每个月发薪水发8000万，油钱将近1亿，就不会付了之后才出现这种状况。那我再次还是觉得这个跟大家道歉了。但是我现在我想大家可能有很多疑问哦，为什么我现在会坐在这里啊？那我还是就像我平常的风格哦，就是说大家有问题，我尽量让大家问，好不好？只要时间以内，你们要怎么问都可以哦。那昨天的这个我经营公司这么久哦，只有昨天1天没有到公司啊，就造成这么大的风波，真的是，真的是这个百感交集啊，那我想我们这边大概该讲的我们都提到了嘛，是不是？那
是不是大家？我想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举手，我们看谁有疑问，我们就先。好，我是 TVBS 记者，请问一下董事长，您的意思是说，昨天公司讨论误判情势吗？您并没有要关掉这公司，但是他们误判，所以宣布了这个做的决定，是这样吗？谢谢。这个，我本来就没有要关掉公司啊，那远航是一个60几年的公司，也不是我创立的，有没有张安伟，他都是可以存活着的。我觉得这个长期以来大家习惯依靠我一个人我一个人要照顾多少1000多个家庭，所有人的焦点、责任、义务全部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所以我需要有其他的投资人。那我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宣布，我们有其他的投资人。在我昨天给大家的信之后，马上我已经这个本来认为很多这个迟迟未进的投资款可能已经不可能了，可是现在昨天之后突然都愿意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愿意投资进来，这个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不可讳言的，我昨天是非常非常的沮丧，我这辈子没有这么沮丧过，那我是一个乐观的人，也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是我还是一个平凡的人，因为就像大家觉得很奇怪，这个可能大家我讲了1000遍，大家还是不是很理解一个航空公司可以一个人独资所以我还是需要其他投资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还是要让远航在重整之后、完成之后、重整成功之后，变成一个正常公司，是一个大众的公司。因为一个特许行业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大众公司。抱歉，我还没讲，补充一下，那有一些同仁可能因为有一些这个复兴的，以前可能是这个其他有过不好经验的，像复兴啊什么这些之前的一些主管可能误判情况啦，误判情况，然后自己这个我想这个部分请这个我们卢副总来说明一下。好，就是有关于有地勤代理公司要自主公司的这件事情呢，我想这纯粹就是一个业管部门的一个行政疏失那远东航空呢也会本着这个我们原来优良的这个传统文化，会继续的为所有的代理行服务。谢谢。因为我昨天心情不好，可能只有昨天没有到公司，就怎么会突然这么多的状况我觉得，这个公司好像大家对我的依赖感太重了。我想问一下，对不起，苹果日报。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说你没有打算要关掉公司，那为什么就是融资没有到的时候，所有的员工都联系不上你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另外，可不可以再请教一下，你昨天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写下这个遗书？另外，你遗书中里面有提到就是有被诈骗的情况，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说明一下？第一个啦这个并没有所有的员工联系不到我。如果所有员工没有联系到我，我怎么会今天会坐在这里？那平常一般的员工应该不是那么容易联系到老板吧？这么1000多个员工，所以还有人说15天没有见到我，那我觉得这应该打屁股这个我们每天都来上班，什么有员工15天没见到我，这个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这有点好笑了。那老板也可以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关机一下，大家都可以关机一下吧，只要联络到人就好了吧。我重要的干部都有联系到都有在指挥那我们这2天也都处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我想应该这个有些人误判状况，或是这个做了一些不当的处置
董事长想请教一下，现在再说明一下。哦，说实在话，会发生这个突发事件呢，确实真的是不是融资没有到位，是投资款没有到位。哦，那讲实在话，我们损失非常大的资金，然后款项投资款也没到位，那造成我们突发的事件，这是我始料未及的。那我也非常沮丧，哦，那事情很简单，我是一个很重责任感、很爱面子的人。哦，事情处理得好，对大家负责，我就继续努力。哦，我现在非常有信心。哦，那所以我现在坐在这边。如果真的是绝望了，那只能一死谢所有人啊，一死谢罪啊。那我有想死的勇气，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了。那也好在这个老天有保佑，哦，那有3组的投资人，哦，这个对台湾有信心，对远航有信心，对我有信心，哦，在我发布这个遗书之后，马上就联系到我们，哦，那所以我今天才坐在这里跟大家报告这些好消息啊。那也谢谢这个主管机关大局的支持，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说明这个状况。哦，那昨天只有1天的情形，其实我心情很不好，所以我手机是关开啊，那怎么突然就天下大乱了这样子？这位记者。我是3立的记者，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说是一般的员工联系不上你，但是昨天是副总说联系不上你哦，有10几天的时间。但是另外我想问的是说，现在旅行社很多人，他们都说损失了上亿元，那这一部分要怎么处理？那另外是说，你说现在等你公布了遗书之后，这些投资人才进来，所以当你公布遗书之后，如果这些投资人没有进来的话，你打算是神隐到什么时候吗？这个不好意思，你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哈。第一个啦，写的遗书就是要死了啦，这跟神隐没有关系，哦。啊，第二个，我们又还没有，你说云社会损失，那是我们要停业之后吧？我们现在没有停业。昨天也都在飞嘛，我们有说停业吗？啊？我们没有说停业啊。然后你说谁联系不到我10几天？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没有，我联系不上张总。黄玉琪，副总黄玉琪说的。副总说，他现在想去立法院了，应该是资讯没有传达清楚吧？记者会上说的，昨天说的。他记者会说10几天没有联系到我，我是10几天没看到他，可是没有说会联系不到我啊，我都在啊，不然我今天每天都进来，只有昨天没进来。那你说没有停业讯息，可是你们昨天自己发声明稿说没，他联系不到他，可是联系得到我。业务，你们昨天自己发声明稿说，在内部的那个公告里面有说停止一切的飞航营运，所以只是暂停的嘛？对。对，只是暂时。我只是暂时，可能是昨天太仓促、太混乱了啦。哦，那我就讲我也是平凡人哦，我也需要一点时间思考。其实我昨天写这个东西不是乱写的，不是开玩笑的。
后来我听说什么没有我签名，因为我怎么签名呢？我真的不会我只有在那个我只会用这个LINE 打字，然后传给他们叫他们发，我不会这个手机上还签名还传，这个我不会那所以没有说可能有联系不便的问题，造成资讯的中断，没有这个说联系不到的问题。我再次重申，就不会现在坐在这里。而且昨天后来一直在处理事情，电话是没有断过，那所以可能大家是不是有点误判？昨天也有跟你通话。黄副总昨天我有都跟他讲到话怎么会？可能是记者会后你们才通到电话吧，我不确定。所以你们会没有记者会中就有通到电话啦。所以你们会停到什么时候？没有，我们希望今天下午就这个复配。那旅行社的部分呢？刚刚我问旅行社，他们说损失了上亿元。没有，还没有停飞，怎么会有上亿元嘛？这每次旅客的权益我们一定顾到但是有一些请他们不要老是夸大这样子真的是那个能损失上亿元也很大的旅行社台湾可能也没有很多家董事长，你刚刚提到说有要投资的3组人嘛，可以先透露是哪些公司吗？另外，你刚刚说那突发状况的部分，是因为这个投资的部分有被到位，那个投资是谁或者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第一个啦这个基础投资人都非常有实力啦那现在不方便透露这个很多大家都清楚啊，一透露就破局嘛那第二就是说突发状况，就是我这上面写的很清楚的，其实大家字虽然不多但是是我昨天下午当时最写实的心情最写实的心情。说实在话，我所有的公司都是我独资我在房地产部分我是非常赚钱。大家如果说有曾经房地产的朋友都很清楚，房地产非常赚钱，我们房地产的资产也非常雄厚就因为一个突发状况，可能让我瞬间都瓦解。钱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信誉、信用，跟对所有人的承诺跟责任，这个是我没有办法面对的。我不是富二代，我是白手起家。我爸爸国2就过世，我们家没有兄弟姐妹，我们是公务员家庭。我本来就是一个人打拼起来的。我在研究所1年级就在开公司，研究所2年，我1年就读完了，1年论文就做完了，始终一辈子都辛苦在工作。所以其实穷对我来讲不可耻，可耻是人没有信誉。当我失去了所有承诺跟信用的时候，对我来讲，我人已经死了，所以我才会选择说写个遗书。但是老天眷顾远航，也眷顾我。遗书一写了，奇怪几个投资人是原本有继续谈的，也有新的投资人，突然就表达强烈的意愿，而且都知道这个时间很紧急。那这个我讲的都是我的心情我都不做修饰的，我也不知道讲的对还是错董事长，遗书里面有说到诈骗的问题，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么以及说这个，你说有把这个画搬到维如家，这个是真的假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听说您跟前4海帮的帮主来借1000万，这个你有回应吗？第一个啦财务确实有调度一些资金，我们不知道那个钱是谁的，因为不可能是有谁亲自来跟我们接洽。这个都有专门的这个中人确实有接一些钱。那第二个你说什么？诈骗？遗书里面讲到诈骗的部分。诈骗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在跟这个检调单位正在进行这件事情，我想后续大家会知道，不方便讲得太明。其实我这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我敢这样子
就是有所本嘛，哦，那我们损失惨重。那你遗书上面已经公布他们的个资嘞？因为我也告他们啊，哦，那如果我写的东西不成立，他可以告我啊，这没有什么个资的问题，因为这也是对社会大众交代啊，发生什么事情啊？当然，所有一切都是要我承担，哦，可是也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哦，为什么会有这种突发状况？董事长，刚刚还有一个微如的问题，说把画就搬到他家，这个部分可以回答吗？没有，因为这个我们有一些画，是我私人的这个收藏，好，那我们要请人家来鉴价，哦，这个觉得准备要把这些拍卖掉，再移出到远航，好，所以我们找一个空间去存放。我想请教一下，您昨天在这个突发状况的那个，对，不好意思，我要讲完。那个是属于我个人，不是属于公司的财产，好，不是属于公司的财产。那现在因为我觉得，因为准备要请人家来看嘛，好，所以我们安排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好，那准备要拍卖这样子，那些画也可以是挹注这个资金的一部分。大概多少钱？有预估吗？见完你要见完价才知道了。哦，当然账面价很高啦，哦，但是这个实际上的价格，我们也不晓得，那数量很多啊。好。哦，那是我私人几十年的收藏。那另外还想追问一下，刚刚诈骗的部分，你说已经在提高嘛？那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诈骗大概多少钱吗？不方便，不方便。我想以后大家很清楚所有的状况。对了，侦查不公开。董事长，您昨天在找资金，可是您在昨天同一时间也升让了一笔股票给范碧如女士，这方面这个240万，你们是怎么样的决定会做这一个动作？因为第一个啦，那个股票是我个人的，不是公司的资产，好，那他有借很多钱给我们，好，对我来讲，那只是负责任的一小部分，好，那我也讲实在话，我对远航，对这1000多个家庭，我觉得就算死了，我也尽到他们的义务，尽到对他们的责任，好，可是我对一些人、一些亲人、一些朋友，其实我是亏欠他们的。如果真的我死了，这是我最大的遗憾，这是我最大的遗憾。董事长，问一下，我们昨天公告就是视同资遣，那所以现在是确定会资遣的，对不对？然后另外根据我从来没有讲过要资遣。所以那个公告你有看过吗？我没有。那个公告里面有写到说资遣，然后最后在职日是今天，所以这些员工会不会留任啊？不，所有员工都留任啊，没有资遣的问题啊，是我不知道是谁发的。是谁发的？哪个单位发出来？上面有用印公告上面有用印啊，对啊。不是啊，用印像那个什么地勤代理，那也是运务处用印，那是单位自己的用印啊。你是什么用印？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董事长请教一下，所以你刚刚提到说这不会就是全数留任，对。可是因为昨天下午就已经传出那个公告，我相信既然你们几位高层都有联系协商，为什么不马上出来说明这件事情？有。那请问一下，第二点是，现在跟民航局说你们下午希望可以付费，那现在跟民航局沟通的状况是怎么样？没有，第一个啦哈，可能一团乱哈。我讲了，我也是一个平凡人啊，我也会心情不好，我也会关机。所以是造成一些人的误判哦，这个危机处理哦，有一些主管的危机处理没有不对啦，哦，但是也太快了啦，哦，也太快了吧，所以这个我们付费了以后哈，真的以后我不敢心情不好了，我连关机的资格都没有。其实我平常我是24小时开机啊。我是24小时开机，这10几年都是一样啊，每日每天，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煎熬啊。我只关机一下就变成这样子，这么严重，大家对我的依赖感太重了。董事长，你刚口中的突发状况到底是什么状况？然后如果没有投资人进来，就会有这样子的状况，而且昨天只是因为3000万
没有发上去，那就要一度停业，然后华社商旅也要歇业，那这就代表公司不是，华社商旅早就歇业，早就已经停业了。申请歇业，哎，早就已经提出申请。那只是因为3000万，然后这种突发不是这个突发状况是临时的，我讲说那个就是我上面都写了嘛，麻烦大家这个遗书虽然不要有点那个忌讳哦，但是多看几眼好不好？这都上面写的很清楚的哦。所以我才会啊。如果是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啦，如果我是像什么恶意潜逃啦，哦，卷款潜逃啦，第一个我全部独资啊，哦，第二个我要卷款，我自己还垫资快9亿啦。第三个，如果说我自己有留一笔钱，我也不会想要一时谢罪的啦。哦，就这么简单啦。如果要续役的话，我那薪水这个8000、1亿的油钱我就不要出就好了，怎么会临时这样？可是因为时间太赶，啊？好，没关系，大家没关系，大家慢慢，大家不要急，慢慢问哈。我这啊。副总干事有看到那个用印，是不是可以讲一下哪个单位发出来的那个公告？今天早上其实我们早上有开过这个紧急约会议哦，已经对这个公告当初发出的这个人致歉。所以目前没有发出任何的事前预告以及大前预告。没有，完全没有。那是谁发的呢？我刚才就是说了，就是发出来这个人他已经致歉了，他自行处分。是什么单位什么层级的？这个好像我刚才看了一下，是一个便章，而且没有小章啊，只有一个便章，一个大章啊。这个因为我们公司作业单位很多啊，我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章是什么章哦。那算个乌龙了。应该算是一个乌龙吧，我真的再次向大家致歉了哦。那我讲的如果是怎么样的话，我就不会现在跟大家坐在这边，而且讲得这么清楚哦。其实我们一直在联系，那只是说我昨天关机了一段时间，就这样子，而且我这么多年了，只有1天没有在公司。哦。那请教你们3组的那个都是人大概会入资多少钱？没有，我说时间会到。不是，我先。就是比方说，因为你们财务有状况，所以不让你们飞，那你怎么说服？比方说，我的资金还没到位，可以让我先飞。不是，资金没有，我们还是正常。不是，您大概整个误解了整个状况，就像包括我们的一些主管误解的状况哈。其实我们的资金账上都是有资金的，账上都是有资金的。其实一般营运资金我们整个航空公司资金最重的时候就是月底月初，那时候大概要支付成本的2/3。请大家能够用心，能够不好意思仔细跟大家报告一下一般航空公司的运作航空公司最重的费用就是油钱，还有人，还有租机费用，几乎占了80%了，90%了。那我们这些钱都已经付过去啦，都已经付啦。平常的营运资金其实并不多的，所以这真的是突发状况。我们账上也有现在多少？至少还有4000万嘛。我们账上现金还有4000万，都还账上都还有现金啊。这个营运是没有问题的啦。那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在这2礼拜左右，投资人的资金也会陆续到位啊，至少这个会有先期就会有10亿左右，所以这个是也不用担心。那这个时候其实我的心情反而比之前心情更好，为什么？以前只有我独立支撑啊，现在如果说有其他股东的话，那我就轻松太多了。其实真的是成功不必在我。您说那个资金没有问题，那为什么有跳票的状况？反正那时候啊，就是那时候突然的、啊。那你有资金为什么会跳票？知道吗？就是第一个时间太赶。我所谓的资金是说，这些跳票的不是公司营运的资金。是公司调度的钱，不是公司营运的资金。那营运我们是没有问题的。董事长，那你说今天下午预计是可以复飞，那现在机场里面还有很多人在办理退票，是不用退票了吗？我们现在就是希望我们的
大局跟主管机关能够支持我们，为了这个1000多个家庭的生计那希望能支持我们复飞。刚才督董是我们的监理，我们整个陈律师是公益督董是新任的公益督董，他监理我们整个的营运状况那我们都全体上下包括这个我们刚刚也跟几个主管开过会我们都希望当然保住我们的工作权，也保住这个所有也顾好所有旅客的权益我讲那个黄国昌在今天早上有开记者会来爆料说，你今年3月的时候有从远航的消费者专户取回了1700多万的现金，而且他说你从那个远航从合库借来的22亿都转到了你旗下的租赁公司，然后有很多不合规定的不动产的交易。简单来说，他说他觉得是一切的钱把多的钱往外一直推，往外搬的意思。那这个方面你有什么回应吗？另外是说，你说现在到底要不要退票之类的？但是这一天的时间，你说你昨天是心情不好，结果现在让很多的人，原本春节疏运要回去的人，昨天很多人在机场哭闹，甚至是直接退票。那这些人要怎么办？已经退的要怎么办？还没退的要怎么办？第一个啦我想这个媒体朋友，你很多事情你真的没有了解得很清楚我们所有的你讲的那个都是旧新闻都是按照法院判的重整计划来执行。钱怎么进怎么出都是按照法院判的有一本重整计划在执行，所以完全没有你讲的那些问题。请看那一本重整计划。那第二个，只要大局让我们复飞，我们当然会肩负这个春节疏运跟选举疏运的这个神圣的使命这个对我们来讲是莫大的责任。那我们也很乐于接受。那如果有造成了什么民众的昨天一天的状况，有造成了什么损失，我们也愿意尽最大的能力想办法来弥补。那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们会提供一本法院的重整计划。如果你没有疑虑的话，我们会提供给你。那整个都是有它的流程的。因为所有都是我独资，我其他公司也是我独资。请问独资有什么挪用的问题吗？没有任何挪用的问题。所有这个是旧新闻了，所有的单位都来查过我们了。我真的是这个你讲到这个，我突然觉得我大概创纪录了，大概有7大单位都查过了，因为是独资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是法院判的。所以请需要的话，我提供法院的资料给你。谢谢。还有可不可以一个人就提一个问题？还有可不可以让一些其他的朋友问，不要都是。根据听听过之后，就骗你的那个林玉生是否已经取代联合报？是否已经取代沈伟儒当董事？就是因为他们要入资进来嘛，就是他们要投资进来，所以我们才把它换成董事所以才会出现一些状况今天这个都是我想这上面写得很清楚的好，还有其他的媒体朋友有疑问？除了苹果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媒体有疑问？是不是尽量让大家都问到，好不好？因为刚才那个民航局那边那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你们就跟他们谈过，就是你要付费的计划，那现在那个民航局开始。我们会尽量尽力，马上把承诺书跟公文送进去。我们希望争取这个大局的支持，也希望能够再次担任这个选举疏运的责任，也希望我们主管机关大局能顾及1000多个家庭的生计的工作权能再次给我们机会，那就是再一次诚挚的感谢，那也感谢这几组投资人这个对台湾有信心，对远航有信心。这边是民事，我想问一下，现在晚上7点要传你列为107年案远航资金调度的案子，现在被列为嫌疑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吗？跟到底这个远航资金调度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我不晓得，可能我们要去才知道。我们要去才知道了。那我想我还是重申哈，这是我独资的公司哦。我们所有公司，我有40几家公司哦，公司跟公司之间，即便我独资，然后互相调度都有设算利息啊。哦，那我们的独资公司跟大众公司是不一样的。哦，我们未公开发行，然后也是这个个人独资，所以常常是这个一套钱好几个公司在使用，然后设算利息，这个很正常嘛。哦，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老是把它想成远航是公众公司，可是它就是一个个人独资的公司。哦，这个可能这个台湾的历史也从来，全世界历史可能也都没有过，因为以前远航是上市公司嘛，亏损了200亿，哦，净值负200亿，哦，然后后来整个全部为了员工的。甲台视中校节期翕相抽中校节期路遥限量 Kitty 活动，12月初9拜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节期电视画面翕相，甲相片传去我是有礼花 FB 卖奖团活动铺文，都有机会甲中校节期路遥限量 Kitty 炸倒转去。逐礼拜会抽2个好运的观众朋友，详情请上我是有礼花 FB 卖奖团。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2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其他社会消息继续来关心新北市淡水今年6月发生几件绕境相拍的代志，其中3支发生奖的案件，让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足生气，点名淡水分局局长陈良德爱落台负责。刑事局和新北市警察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抓到天道明、东新会3支分会会长在内拢总9个嫌疑犯，因为发觉到马祖绕境无驶过来，才会来闹代志。因长时间甲在地小吃店收保护费，让3支地区的百姓大家拢足生气。一群人讲无2句话，就直接起卡动手，双方就安尼伫新民的面头前写起来。就算警察伫阻挡嘛无效，一个查甫人尾啊，佮直接摕边仔的寒桶来甲人喊，好好一场温整的活动，就安尼变做2边大车拼。因为绕境路线哦，与他们预期的原先的不同啊，他认为他的面子有所挂不住，所以他只是小弟去福成宫聚众斗。代志发生伫今年的6月，新北市3支的庙咧闹热，迄当阵小连续几6天拢有烧拍事件，互市长侯友宜嘛真生气，直接叫迄当阵的淡水分局长辞职，带头烧拍就是这群人，行伫上头前的细腻的查甫人，伊讲家己是天道明、东新会3支的分会长，长期伫地方违法3做，毋若恐吓店头家收保护费，若是有人毋好因，嫌犯地叫细汉的去供店，或者是直接搬别人的财物来堵销，3支的民众拢足惊伊的。另在3支地区，更犯下加重强盗、恐吓取财及妨碍自由、向店家索取保护费等犯行。警方来到嫌犯大所在调查，敲到几6支空气枪，还有武士刀、大旗刀这武器。嫌犯搁把私人的庙当作因的基地，长期欺负附近的百姓。受害店有10多间，警方这回真用心来办这个案件，甲细里的分会长等等拢总交的嫌犯带回去，全部上班。另外，搁要继续追查，要甲地方乌道的势力全部拢赶走，让民众唔免搁这么惊吓。记者综合报道。听完一个广告了后，继续要带大家关心这个好消息。今年来到台湾，国际观光客已经超过2,000万人次。甲台视中校节期翕相抽中校节期路遥限量 Kitty 活动，12月初9拜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节期电视画面翕相，甲相片传去我是有礼花 FB 卖奖团活动铺文，都有机会甲中校节期路遥限量 Kitty 炸倒转去。逐礼拜会抽2个好运的观众朋友，详情请上我是有礼花 FB 卖奖团。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2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
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大基本千万字，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书，有人姓书。另外，这个书嘛有考虑的意思，像咱讲三思、思考，也有伫咧想，或者是想要安怎的意思，像咱讲思念。另外，这个背音读做诗，也会当读做数，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必数，这个意思就是较纳软、较甜、较揪揪、较歹势的型。颠倒边的词就是真大方、真大方。第二个词。无意无事，会当讲是真无意思。讲一个人对朋友足无义气，或者是不管人讲的话做的代志，嘛会当讲是真无趣味的代志。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甲做伙。譬如讲，伊甲伊讲话，伊无啥要插你，你就莫怪伊无意无事，因为伊本地个性就较避暑，对逐个人拢是安尼，毋是特别针对你，你毋通藏伫咧心肝底。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诗，另外音读做书，也有音读做数。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看到，这是咱台湾观光协会，是台湾历史上久的观光推广单位。今年成立满63周年，协会会长叶国南，也有几位为这个各地来的观光产业代表，做伙办一个成果发表会，刷来会用创新，也有新科技的概念，把咱台湾的观光行销到全世界。我们已经在11月，我们就已经达成了这个1000万的目标。那日本的朋友已经也是在12月9号已经达到了200万的目标。台湾观光协会会长叶菊兰在成立满63周年这天宣布好消息，今年来台湾的观光客已经超过1000万人次啊，比去年提早要1个月。创新突破，然后尽可能用新的技术。那用新的科技的概念，那么结合我们台湾在地的软实力，来跟我们想要去推广的国家的旅游客户们，那么介绍台湾。那发展地方的特色，叶菊兰强调，已经办真侪年的台湾料理展览，甲台北国际旅展已经甲台湾的旅游品牌做起来啊。未来会加入创新的概念，继续甲台湾的观光行销到全世界。来台湾赞不赞？记者综合报道。甲台市中校节日翕相抽中校节日路遥限量 Kitty 活动，12月初9拜起，请你甲台市中校节日电视画面翕相，甲相片传去万事有丽花 FB 卖奖团活动图文，都有机会甲中校节日路遥限量 Kitty 炸到转去。逐礼拜会抽2个好运的观众朋友，详情请上我是有丽花 FB 卖奖团。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17点安官通报，宋排长，安官处有您的电话。你平常会做饭吗？我平常蛮爱做的啊，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做给2位吃啊。强强啊，你要再多加把劲哦，不然我们家晴晴很可能会被人家追走。妈，你在说什么啊？我已经跟你约好了，我就约在明天转角，我们那个转角的咖啡厅。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
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西兰山国有龙训练的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把你从银行主管手中拿到的资料全部给删除，并在这个合约上面签字。你要不要先辞去银行副总裁的职位？你想要动刀我？各位家新闻消息，我想说把这个好兄弟的手指头伸入前过去。发哥，是这款游戏吗？我查发文者 IP 位置，在哪？在你家。今晚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年度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锁定台视频道。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台视中校节期翕相抽中校节期路遥限量 Kitty 活动，12月初9拜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节期电视画面翕相，甲相片传去我是有丽花 FB 卖奖团活动 po 文，都机会甲中校节期路遥限量 Kitty 炸倒转去。逐礼拜会抽2个好运的观众朋友，详情请上我是有丽花 FB 卖奖团。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2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17点按关通报宋排长，安关处有您的电话。你平常会做饭吗？我平常蛮爱做的啊，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做给2位吃啊。强强啊，你要再多加把劲哦，不然我们家晴晴很可能会被人家追走。妈，你在说什么啊？我已经跟人约好了，我就约在明天转角，我们那个转角的咖啡厅。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西兰山国有龙训练的
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以前对他的印象就是大内高手，心机很重的政治家。如果我是记者哈，我听你在讲这些，我人就已经离开了，不会觉得说我怕得罪他啊。之前有很多的人希望我能够出来选立委，我都是一口就拒绝。我老公他就很坚决反对，我妈妈就会觉得说啊没啊，啊无代志，咱就拍白就好啊，去选什么副总统。请锁定台湾名人堂。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关心美国南加州这个社区，强有一只美洲狮拢入去内底，相关的单位赶来到现场，赶紧甲伊下麻醉枪，互伊昏去，刷落来日伊身躯到追踪器，会经伫咧适合的所在甲伊压放。新闻上尾，朝台做过来关心，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中校这期翕相抽中校这期路遥限量吸铁外